年底之前呢，祝福大家马到成功，大家都诸事平安，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陈志雄、董希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先给大家表演热情掌声，掌声，谢谢。今天的活动非常成功谢谢大家的支持这12年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指教支持，感谢。谢谢。现场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如痴如醉，原汁重现的。谢谢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请先回座。谢谢。舞团先留着一下，先留着一下。谢谢，老师。